天主教神學小問答175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：既然耶穌行奇蹟餵飽5000人，他為什麼不天天飽飢民？答：我們不要以為耶穌來世上的目的是為飽飢民，他來是拯救人於罪，因罪使人與天主、與天堂分離。世上有飢民，不是因為天主沒有生產足夠的五穀百果，而是因為有些人的貪婪囤積造成貧富不均，或者因為懶惰不工作。耶穌確實為跟了他3天的人解決飢餓的問題，但是別的地方也有飢餓的人，然而他沒有為他們顯奇，所以耶穌顯那奇並不只是為了解決飢餓的問題，更深的意義是要這奇蹟作為他的真實教導，天國來臨的一個保證標記。但人們對耶穌的屬靈教導不感興趣，卻只是對物質的滿足有興趣。所以耶穌才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尋找我，並不是因為看到了神蹟，而是因為日餅吃飽了。你們不要為那可損壞的食糧勞碌，而要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糧勞碌。約6:26分。所以耶穌行5餅2魚的奇是為了帶給人信仰，促使人改過遷善，獲得超越今世生命的永生。但人們卻漠視這奇最重要的目的。耶穌批評他們，也批評今天只關心現世物質生命而忘卻屬靈生命的行為。世上飢餓的問題當然是嚴重的問題，但更嚴重、更基本的是人心貪婪或懶惰的問題。人心悔改了，順從了福音，飢餓的問題才會得到根本的解決。基督徒一方面要為社會正義而奮鬥，另一方面基督徒也相信一個正義常存的天國，在那裡曾經無辜飢餓的人將會得到飽飭。山中聖訓